社區保姆計劃嘅其中一個承辦團體話，暫時只係招募到5名適合嘅人士擔任保姆工作，完成培訓之後，最快喺今個月中配對俾申請者。社區保姆計劃試行1年，其中一個承辦團體佳頌話收到嘅申請有好多，但係經篩選同埋家居評估之後，暫時適合嘅保姆只有5個，現時正接受培訓，預計最快可以喺今個月中完成配對。做完培訓之後，咁我哋就會做一個配對啦。咁而家就有5個嘅社區保姆嘅申請嘅對象咁樣啦。咁就嚟緊會做配對。咁如果個時間合適嘅話，或者係個保姆嘅意願都OK 嘅話，咁就會正式做呢一個服務㗎啦。佢又話現有嘅保姆數量同社工局原定各招募25人嘅指標仲有一段距離，所以會透過宣傳活動以及喺學校附近接觸家長，邀請佢哋加入社區保姆計劃或者使用呢個服務。另外，佳頌舉辦樂在晚霞獨居長者關懷計劃，俾長者積極面對生命。澳門電視台記者蕭永雄報道。